观众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教國際，了解禮拜新聞幕後，同您大家來關注，都係全世界都在看嘅全景會。今日嘅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隊係韓國創新大學嘅榮譽教授劉順泰劉教授，劉教授您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好。謝謝劉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那我特別要跟觀眾朋友們報告一件事，就是雖然劉教授是第一次來，但事實上今天這一場這個會面，或是我們講今天這一場我們的錄影，我早在1個多月前就已經跟拜託劉教授。其實那個時候我們才看到這個文經會才剛結束而已。那沒想到在1個月當中，雖然我已經敲了通告，但我的心情也是跟着這個新聞在波折。一度以為川金會是不是辦不成了？那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拉長一點，我們可以講說，過去這3個月到半年之間，整個朝鮮半島發生了一個讓大家不但是跌破眼鏡，就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發展。我想首先就這件事情請教劉教授，為什麼短短的這3個月到半年，朝鮮半島會有這麼大的變化，然後讓我們覺得好像亞洲變成世界的中心一樣？我說實話，我的心情跟主持人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我一直對我的周遭的朋友，或是我這個上節目，或者我在寫報紙上，在做一些這個政治評論的這個文章的時候，我100%的非常的肯定的，我說川金會一定會成功。是，所以說實話，我一直也是從5月份開始的這種的美國跟北韓之間的這個你來我往的這種雙方面的彼此的攻擊的語言呢，來看，大家覺得，哎呦，這個6月12號新加坡的這個川金會，大概說很多人預測說不會成功，不會舉辦。但是我一直覺得是，不會這個不舉行。那我有，這個為什麼我有這樣子的一個肯定的想法？主要是說，我從這個文經會，就是說，南韓總統文在寅跟北韓的領導人這個金正恩之間的2個人的接觸，是我一看啊，2個人已經這個鋪好了紅地毯，要傳播，你一定要走我的這個紅地毯，2個人要牽手，要舉行結婚典禮，是，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說，我們只看到說它中間的彼此的這個過程，好像是很不順，但其實是已經擺好了這一個所謂的結婚的宴席是已經擺好了，所以我對這一方面是一直認為是說。雙方面的這種的吵吵鬧鬧的事情，只是說雙方面在抬高自己的身價，或者是談判的一個籌碼而已。是，這並不是說完全是說破壞掉，說我不舉行。這個的話可能會，如果川金會沒有舉行，雙方面都會有損失的。是。我這樣子講哈，剛好老師剛才也提到了之前的這個文經會，事實上是文經2會哦，他們見了2次面。那更早之前，他也跟習近平見了面，然後習經也是2會。對照這一系列的這些元首的高峰會，假設我們從事後這個時間點來看，就劉教授的判斷，誰是當中的操盤手？我認為這勢必是整個安排好的一個流程。也是必定要有這樣的流程，才有我們看到6月12在新加坡在獅城這一場會面，誰在操盤，然後會面的對象、時間點的安排，甚至會面的地點有哪一些邏輯是我們可以來參考，或是可以看得出他們安排的用意的。主持人說的非常的對，這個就說，我們可以追溯到這個從今年元月開始的。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新年词开始，2月份他派大举的组团去参加这个平昌这个冬运会。这个我们这个脉络来看，金正恩已经有决心，他已经说我要走这个选择走这个。为了今后的北韩的这个经济的开发发展，他要选择走这一条路。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从去年2017年的年底之前，所谓的这个北韩的核试，最厉害的是一个所谓的氢核弹的核试，来再加上所谓的火星15号15型的火星 ICBM 洲际飞弹，可以飞到美国的关岛。这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开始紧张了。那个时候，他大家都知道，在夏威夷啊。在美国各地方开始在这个训练逃避难的这种的告诉民众这个北韩的这个飞弹飞来之后，我们怎么样做逃避的这种这个训练 exercise 在做。那甚至于说，韩国政府也看到美国对于韩国的所谓的28000这个驻韩美军之外，另外有更多的几万人的这个所谓的住在韩国的旅居韩国的美国侨民，对，他们开始他们开始派这个飞机、派军舰来怎么样从韩国逃避到这个 Okinawa， 到重申这个到日本的这个，他们开始也在做撤侨的动作，也都做了。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美国非常紧张的时刻。所以我想，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文在寅访美。文在寅又先跟这个金正恩谈，然后又去访美，所以文在寅，我个人认为文在寅自己讲是说愿意做一个驾驶，就是说驾驶盘的一个驾驶，他要做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到川金会为止，我个人看，全世界最高兴的人是文在寅，就是文在寅。那就刘教授讲到这一点，我把焦点放回到6月12在新加坡登场的川金会。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个观众看了这个礼拜几个杂志的封面，包括其中我们看到《Time》。时代杂志他写说，The riskiest show on Earth， 地球上最冒险的一场秀。那讲的当然是川金会。另外，我们把镜头如果是转到英国的这个 Economist 经济学人杂志，它是川普、金正恩，然后两国的国旗，可是他写3个字 Kim Jong Un， 不是 Kim Jong Un， 他把那个金正恩的 N 的音译改成英文的 WON。One 是什么呢？已经胜利了。金正恩得分了，究竟这个在新加坡师承这个昙花一现般的川金会，就老师的观察，这么长时间的关注研究韩国，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西方的这个观点，他们的这个 focus， 这个看的角度，我觉得，说实话。跟韩国人的东方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今天说实话，文在寅跟金正恩为什么会走得这么顺利？他们2个人第一次见面，怎么会变成buddy了？这个大家觉得2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亲热亲密感？从哪里出来？文在寅的家人来自北韩，加上文在寅自始至终他都一直强调他的阳光政策与北韩友好啊。是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基础，我们要回到2007年的所谓的金大中跟这个金正恩的爸爸第一次见面。那大家知道金大中为了2000年首度韩国的总统首度到了平壤访问，拿这个 case 这个案子还居然能够申请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所以韩国的反对党认为说，当时金大中确实用400多万的美金去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有人说，哎，你金大中已经过世了，所以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对不起，你这个是假的，赶快要退回去。 所以也有这种说法。我的意思说，今天文在寅跟金正恩的这种的接触，基础房子谁盖好了？要感谢金大中跟卢武铉。是。然后最重要的 key point，就是说文在寅是所谓在韩国保守派的人的眼中。 文在寅是反美、反日、亲北韩的人，是，他是属于这个。那我看过几本这个文在寅的所谓的为了去年这个竞选5月9号竞选南韩总统的之前出的几本书，我看过，就是说这个人的完全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 想法是所谓是亲北，是他在大学时候说这个学生示威，他也是反美反日的，是这种的背景出身的，所以这个东西能够说他做了总统之后有没有改变？我个人认为是基本上是没有改变，但是他必须要面对这个韩国的保守派，那有的时候讲话 比较非常的小心，像比如说这个13号的这个南韩的地方选举，他大胜，是，但是他非常的谦虚，他是说我不会自满，是说还是以人民的意向、人民的意思为依归，我的政策一定是来自于这个全韩国人民，我不会自己擅作主张，我不会自满。 所以这个态度来讲，其实他脸上已经写出来微笑，已经看得出来非常高兴。他这个那这一次的高兴，选举大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次的刚好12号前一天，川金会成功了。是，如果川金会没有成功，说实话，11号 晚上，文在寅自己坦白的说，我11号晚上没睡好，他担心12号川金会不会这个成功，不会举办，所以我想这种的谦虚的话，这表示说，文在寅不愿意把自己的所谓的反美反日亲北韩的意识形态拿到 来能够说，连这个保守派的这个选票他会丢掉，不是的，他还是要去能够说包容这些这个保守派的选票。我们也看到了文在寅的自知。那上半场我们先谢谢刘教授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场大家看到的是焦点中的川普。 台湾讲之前川普跟空調，我做乜嘅 CVID 是全面冇法同呢個轉嚟戲嘅，不過禮拜都見到簽名協議啲都係完全看唔到，係咪美國做太陽譜？等先聊一下，你唔去轉來。 大家各位轉到討論的現場，到現場係關於韓國專家劉春泰劉教授。劉教授，我接着要請教，假設我們把這個川金會的另一方川普拉進來談，
在这个会面前，我们听到川普其实他讲了不少。那我们印象最深刻，可能就是他一直强调，只要不是 CVID， 那分别就是 complete 完全的，然后 verifiable 可验证的，然后 I 是 irreversible 不可逆的，跟最后这个 dismantlement， 如果不是 CVID， 美国根本不会上谈判桌。可是美国不但上了谈判桌，签了这个4点协议，问题是完全没有提到，连时间表我们都看不到。那究竟这场秀，是不是究竟如这个外界所分析，根本是川普的大让步，美国的让步？我觉得这个川普就是一个商人的个性也好，说大话的个性好，就是说这个因为在会前讲多太多话了，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在12号觉得说这个 CV。这个没有在这个4项这个联合声明协议当中没有写进去。其实，这个在事后的记者会，或者是说Pompeo这个国务卿的这个13号到韩国去访问，跟文在寅总统面前所讲的话来讲的话，这方面大家。南韩也好，美国也好，还是非常的，是说，放心，就是说，虽然是没写进去而已，但是在这个所谓去核化、无核化的这个词儿里面，已经包括在这个里面，但是所以没有这个细节的问题，我们必须还要继续去谈。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13号去，马上到这个南韩去访问，这个又找来日本的外相，这个到韩国来一起这个见面，然后又这个14号又去这个中国大陆去报告。这个 Pompeo 这个国务卿的动作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跟金正恩的谈判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 continue， 要这个继续，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所谓的中国当时跟这个金正恩、习近平见这个金正恩的时候所谈到的所谓的这个。双规制也好，双暂停也好，就是说一个阶段性的同步进行。对，这个是一个 compromise， 这个大家是一个妥协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就是说美国并没有说认为说强力的要求金正恩的话，可能。金正恩不愿意，你比如说当时说，这个美国说到话要把人权问题要放进去，什么说了半天都没有放进去。记者会的时候，我听到有记者挑战他这件事情，对，他杀了他的兄长，他杀了他的叔父，他杀人无数，结果你在他面前对人权这件事情噤若。你要说见到面就是撕破脸吗？没有，我想这个是说，我个人认为。70多岁的这个川普跟30几岁的这个金正恩两个人，这个儿子辈，这个爷爷辈的人在一起，你说要撕破脸，谁的损失大？川普的损失会大。所以我想彼此，并且你像那天12号的这个是谁先到这个。会场谈判的会场是金正恩。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东方的礼节，韩国人的礼节来讲，年轻人你必须要先到，你要等这个川普来，这个礼节是大家都没看到。就是说，这个我已经看到了，是他做到的，该做到的，他还是做到了。这样时候。其实，在会后哈，除了刚才我们跟这个观众讲的，经济学人讲的 Kim Jong Un， 究竟是不是金正恩是这一次见面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一套我们看到就是老师刚才提到双暂停，那不是政府和习近平
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的嘛，所以还是中国反而是这一场没有出席的人，他却获益最多。是的，这一次我觉得，在这个从一个整盘的一个棋子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主持人说的是非常对，就是说这个棋子，你这个盘子棋盘，这个先做好的一个这个饭局。是文在寅跟金正恩先做好，是，然后你这个习近平把这个再加一双筷子上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说实话能够这样子的顺利，当然是幕后的这个文在寅跟这个习近平的角色，我们不能忽略，绝对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4项的联合声明来看的话，似乎大家可以说这个大胜最赢的人是这个金正恩，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拳击赛的时候，这是第一回合而已，你这个赛局。就是说，还要继续有第2回合、第3回合，还要继续要进行。是，我们能判断说，今天哇，你金正恩胜利了，你川普败了。我觉得这种的评语，应该是要放到最后来判断才是正确。你现在来做，在第1局。刚刚结束了，你就说谁打赢了谁输了，我觉得言之过早。在大家沉浸在某种程度朝鲜半岛迈向和平化的这种比较正面，然后比较充满期待的气氛当中，我们也嗅到了一点点的比较或许说是失望吧。就是在会后的记者会，我们听到川普讲说，不排除接下来。因为已经暂停军演了嘛，不排除有朝一日要把这个美军从韩国撤出。他还讲说，哇，这 save a lot of money， 这是很省钱的。哇，结果韩国举国就对这件事情就觉得，哎，我们怎么被诓了？因为事前我没有听到，包括我相信在这个青瓦台没有听到白宫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正是这样讲，我反而会好奇，真的在事前。文在寅不知道这个川普会谈这件事情吗？那另外一点，我们把角色回到美国，美国会这么轻易放弃它在这个太平洋西缘这么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日本，在 Okinawa， 然后好不容易建制了这个部队，建制了这个基地，难不成他为了钱会愿意从韩国撤军吗？这个我个人认为，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跟这个驻韩美军是2段事情来，我们要2段来分析。就是说，现在川普那天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讲的话，事后其实美国跟韩方都有事先的有沟通是有的，是，然后事后。川普讲完这个要完全这个取消这个今后的这个双方面的军演，或者是减缩这个军演的规模。对这个话呢，事后在这个青瓦台韩国的这个青瓦台这个方面有讲有回应，说什么？其实是非常清楚，他是很婉转，但是很多分析家认为这个是说，是文在寅是倾向，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说，因为驻韩美军这个美韩联合军演一直是北韩的金正恩的眼中钉，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只是说早晚的 timetable 而已。这条路必须要走。你这个不走的话，你说要
金正恩这契合废核，我为什么要契合废核？那是他唯一的保命符，他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放弃？我最起码我每个国家都有保有一个基本的国防的设备，总是要有吧？你要我说完全说我这个北韩没有军队了，没有武器了。能够办得到吗？当然不可能，这是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契合废核的概念是要放在哪里？你要说今天说要人家脱光衣服，你说金正恩说对不起，我衣服可以脱，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的过程就是我慢慢脱。我要拖到什么程度？我要不要保留3点？对 ，keep me warm at least， 这是最起码的，最起码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 wait and see， 我们还要继续观望的事情。我很喜欢。